卫生福利部统计最近5档咱国幼囡仔受到虐待的比例是成长1.2倍，9成拢发生伫厝里。这嘛显示讲少子化家庭照顾压力是真大。专家嘛建议家长有困难，就爱对外来寻求支持的系统，嘛爱来消透压力。今年2月，新北土城一位2岁幼婴仔，互发现身上有真侪伤痕，搁捌干那靠一罐牛奶，经过1天，疑似是受爸母的虐待，爸母已经受到检控起诉。卫福部调查讲，新生儿逐年下降，幼婴仔受虐待比例煞称悬，对2020年的2.26%升到去年的2.65%。平均逐年有2000多人受虐待，而且9成外是厝内受虐待。这2、3千件呢，里面多数93%都发生在家庭里头哦，而且呢，这个93里面的8成呢，都是施虐者，都是父母。卫福部分析讲，虐待的样态是以不同的身体对待，或者是无尽早照顾上济，大约占5成。原因是以处理生活规范。有作息、饮食的问题上济，这也凸显6岁以下幼婴仔照护的难题。卫福部也建议家长爱适时寻求支援系统，来放出家己的压力，互教育更加正面。很少会搭大众运输，因为他们一崩溃，其实，在捷运上，台湾虽然很友善，但还是很多人会一直侧目。我是一个妈妈，为什么？对不起，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对我的小孩？然后常我夜深人静都会觉得，会想要，就是觉得说，自己应该要，做得更好。首先第一个是停止自责之外呢，我认为是停止当下所有的语言跟动作。小儿科医师也提醒讲，幼婴仔表达能力也未完善，若拄到伊一直哭，也要注意监视身体无爽快的警讯，会当即时观察囡仔身体状况，并且看情形送病院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